还能我这里来嘅。有一位38岁的民众被119送来急诊，意识不清，而且体温高达41.8度，临床上判断他是热中暑，所以因此而跟他插管急救，然后帮助他快速的降温，用冰镇过的生理食盐水快速的滴注了4000 CC， 让他在1个小时内体温从41.8度下降到了39.7度。那后续还是送到加护病房，持续使用低温疗法治疗，帮助他降温。提醒民众最近因为高温炎热，一定身体状况要注意。如果有在高温的环境下感到身体不适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评估是不是有中暑的可能。因为中暑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一定要尽速降温。有不适的话，来到急诊，快速的评估降温，才能避免热中暑造成的身体伤害。